这里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的华语专访节目，我是主持人蒋阳。在本期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公盟创办人之一、08宪章的签署和发起人、知名的人权律师，以及纽约大学美亚法律研究所访问学者滕彪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这是滕彪先生，欢迎您再度访问达人萨拉，以及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与大家分享和讨论的是滕彪先生与西藏结下的渊源。1989年的6·4事件和80年代末西藏爆发数次大规模抗议中国事件之间的关联，以及海内外华人对藏人行政中央的官方政策中间道路的认知和支持力度。滕彪先生，首先向你请教的是，您在08年的6月和其他几位律师公开表示，愿意为当年参加当年3月拉萨抗议事件的藏人这个提供辩护。此外呢，2009年的5月，您当时所在的公盟呢也发布了一份报告，批评中国政府的治藏政策导致西藏出现深层次的社会分裂和种族紧张问题。那么我想请问您的是，您是如何与西藏结下渊源，以及是什么促使您在08年想要为遭捕的藏人进行辩护？另外呢，公盟发布的这份报告的前因后果又是什么呢？实际上在2008年之前，对西藏了解的也很少，接触的西藏人也非常有限。是的。只是在2003、04年前后，王立雄曾经找我来讨论过一个西藏人被关的案件，一个政治犯的案件，好像就是但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那之后就从03年开始做人权律师，那我要捍卫的就是所有人的人权和自由。了解。那在08年3·14事件之后，我们看到大量的藏人被抓捕，我也实际上也了解到，就是藏人被抓捕之后受到的各种虐待酷刑。所以大概在几个星期之后，不是6月，应该是4月份，我就是有了一个想法，就是要联络一些汉人的人权律师，做一个公开的呼吁就是表明我们愿意为被捕的藏人提供法律援助。因为任何人被捕之后，他都有这个得到律师辩护的权利。那我们想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实际上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被捕的藏人，他们得不到权利，就是程序上的这种保护，而且就是受酷刑、受到折磨的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对，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为他们提供法律辩护。对。然后在2008年大概下半年，我们就公盟就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然后有学生学者，然后到藏区去做调研。在2009年就推出了这个公盟关于3·14事件就是经济社会成因问题的一个调查报告。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共他对西藏的整个的政策是非常野蛮的，也是完全失败的。对。那作为一个人权律师，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我就是为藏人说话，我觉得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责任。谢谢滕彪先生。那么再过2天呢，也就是1989年6·4事件30周年的纪念日。那么在30多年前呢，在1987年的9月、1987年的10月、1988年的3月，西藏拉萨也爆发了多次抗议中国当局残暴统治藏人的事件。此外呢，在6·4事件发生前夕呢，也就是1988年的12月和1989年的3月，西藏大学的藏人学生呢自发地展开和平游行活动，要求呢中国政府尊重藏人学习和使用以及发展藏语言的这个权利。
当然也包括尊重藏民族的风俗习惯。但是呢，这一要求呢遭到了当局严厉的镇压。那么请滕彪先生能否简短的介绍一下6·4事件和这些藏人的抗议运动之间的关联和区别，以及这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呢？对，在2天前的在达赖萨拉的演讲当中，我也提到了这个天安门屠杀，它并不是从天安门开始的，它是从拉萨开始的。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中国的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其实都对这个拉萨事件了解的非常非常少一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因为信息的这种严密的封锁，他们并不知道，在89年之前，拉萨的这些抗议活动，然后受到如何残酷的镇压，都是了解非常有限。那它和89年民主运动的这个有一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从诉求上来看，像都是和基本的人权、基本的自由有关。像89年的学生也提出来反腐败，提出来这个新闻自由等等。那在拉萨提出来的就是更加基本的一些语言文字权利，一些基本人权。但是这种最基本的诉求没有得到当局任何善意的回应。最后呢，就是用大屠杀、用杀人来结束。那它的当然从规模上来看，89年在北京和全国范围内的这个民主运动要大得多全国有非常非常多的学生市民上街抗议。它的这个它比这个拉萨这个抗议的规模要大得多。那从影响来看，天安门的屠杀和天安门的运动，也对中国后来的这个政治体制，以致对全球的在某种意义上都有比较深远的影响。但是像中共严密封锁西藏封锁拉萨的各种信息一样，他对天安门事件、对天安门的这个屠杀也是严密的封锁现在30年过去了，很多普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不知道6·4是怎么回事。那这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起码的就是要传播关于屠杀、关于这些民主运动的真相，让人们了解到曾经有那么多人去抗争然后他们如何受到了残酷的屠杀。这种对我觉得这种就是抗争30年前的这些抗争，他的精神不会被消灭他的记忆也一直会被传承。谢谢滕彪先生详细的介绍。那么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从2001年起，达赖喇嘛尊者的特使和中国政府的代表间呢进行了9轮正式的和谈和1次非正式的接触。那么尊者的特使呢，在第9轮的和谈期间呢，向中国代表递交了一份有关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并且呢，于2010年最后一次的非正式和谈期间呢，向中方提交了该建议的阐释。那么在这份建议中呢，藏人方面呢，详细的阐述了以互惠双赢的中间道路政策，在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框架内呢，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但是呢，中国政府回应称，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单方面试图寻求大藏区主张以及实现变相西藏独立的等等这样的言论。那么我想请问你的是，目前中国体制内的官员和普通民众呢，是否了解藏人代表递交的这一份建议？另外呢，海内外华人对藏中和谈以及这个中间道路政策上的认知和支持力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对，首先中共把西藏问题当做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从民众了解信息的这些渠道来看，基本上是看不到。藏人平时受到的这种压迫，包括藏人的自焚，包括达赖喇嘛他的政策，他的这个采取的中间路线等等，官员实际上都是不清楚的，普通民众也是不清楚的啊。这种对于西藏问题啊，普通民众大多数就是被洗脑。然后被灌输所谓的大一统观念，包括我们从小就是被这个教导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等等，然后达赖喇嘛是要分裂中国呀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这个潜移默化，然后被中国民众接受啊，他们了解西藏的历史跟现状非常非常有限，但是他们也坚决就是相信这个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坚决反对西藏的独立。我觉得这是这种情况是令人非常担忧的。那从海外的中国民众来看也是一样，就是多数的海外的中国民众也是一样，也是虽然他们生活在信息自由的世界，但是他们仍然是带着那个被洗脑的那个眼光去看这西藏问题和其他很多问题。民主人士对于中间道路，我觉得多数还是支持的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温和的非常现实的一个路线，就是没有办法再温和再软弱这样一个路线，所以争取民主的中国异议人士、人权捍卫者啊，都基本上都是支持的啊。但是呢，又有一些争论，就进一步谈下去了，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有的人有一些人包括我在内啊，我觉得应该再往前更走一步，因为西藏人他当然有这个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啊，应该有就是自决的权利。那这种这种自决的权利是就是不应该受到任何的这个限制啊。那还有一些民主人士，他们还是受到这个大一统思想的影响，把藏人本来有的这些基本的权利和诉求当作是寻求独立，所以我觉得就是即使是寻求独立，也完全是藏人的自由跟权利。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本期的专访节目就要到此结束了。滕彪先生是否需要补充对上述问题的不足，以及是否有什么信息希望通过本台向藏汉观众传达的呢？主要有2点吧。一点就是，中共政府它实际上不是一个有合法性的政府，它过去的这个记录表明，它对各种协议、各种谈判，都是采取一种这个就是操控的态度，他并不是认真对待他签署的这些协议。就是藏人在1959年经历的事情啊，包括香港的一国两制等等，包括中国签署的很多人权条约，他都是不予遵守。所以我觉得藏人和全世界应该认清这一点啊，这样一个政权，他跟你谈，无论谈得多好，无论达成什么样的好的这个交易，最后他都是会翻脸，会撕毁。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觉得藏人和就是中国民间应该有更多的交流接触，因为共产党政府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的权利和利益。那就是应该和更多的民间人士反对中共啊，争取中国民主的人士有更多的交流交换意见，这个对于将来更好的理性的去解决西藏问题这是能够打下比较良好的基础。
是的，是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中共在藏人他在西藏进行的这种镇压，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屠杀，就是或者叫 culture genocide， 至少是一种就文化屠杀。它就是侵犯藏人最基本的语言文字的权利、宗教信仰的权利和最基本的这个自由权利。对。那我觉得这是包括你知道在就是新疆东突厥斯坦这200万以上的人被关到集中营。是的。那这种情况它不会局限于新疆它会扩大到其他的地方。它是全世界都应该正视的一个最大的、最严重的一个人权问题。是的。所以希望通过藏人政府、通过媒体能够向全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必须要采取紧急的行动来制止中共在西藏进行的屠杀。是的，是的。谢谢。再次感谢滕彪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期的专访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